生态病院妇产部医师陈达生表示，一般女性的卵巢功能伫35岁以后会来明显下降，增加自然有新的难度。相对的，嘛推升人工生殖治疗的需求。以过去21冬来，台湾人工生殖的治疗人次增加了8倍，同时嘛反映台湾晚婚、晚生甲低生育率的现象。因此，面对高龄未生的增加，医师建议应该把握35岁进前的黄金期来做冻卵。一般所知道的是，35岁是一个我们专业学会的切点。太早的话，过于商业化跟推广；太晚的话，往往要花出更多的金钱跟时间来冻卵，或者是做试管婴儿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提出说，35岁以后要要加快脚步，不管是尝试自然怀孕，还是去做试管婴儿。35岁之前可以考虑，这是效益最高的时候去冻卵。那或者是先做 AMH 的卵巢早衰的一个筛检，那这些跟专业医师咨询过后，抽个血知道自己是不是提早衰竭的人，如果是及早冻卵，可以减少后面无谓的花费啦、时间啦、等待的痛苦跟金钱，可以为各位做最好的打算。另外，针对真侪民众对着试管婴儿是毋是有健康的疑虑，医师嘛引用一项国内外研究。伫咧排除父母本身的高龄、未生、甲着多胞胎的因素，试管婴儿的健康其实甲着自然有生的囡仔并无明显的差别。加上政府目前对着试管婴儿的补助，其实嘛袂用个讲是浪费。面对试管婴儿的长大，政府的补助应该是算一种投资，未来至少早来25倍以上的回收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